多把设备用那个，中间才到人家去，卡不拉用这个，没工钱没有说，好嘛，啥我这把个，中间兄弟说的，中间节不行的，两个节不行说，把节都要看了嘞，都不得用你阿些，这个把节就嘛节，咱们节不行说说，黄老板没搞定过给，最近人这个，人家那没看见就，结果没那个说，400万节不是钱，咱用钱赚的吧，那从这也咋给穷，谁看也看见的，欢迎这个这位这话的，看这三位那位都是家位人传统啊。我们这做完包，红一干我这位钱，当我这完就没，弄起就弄起闹，送进这话更就，红大把龙马的大概，看能看见把人，你当农村那做节，讲做节不是的，红都过节节做起些，马上就被整给，把给些些嘛嘞，头皮就没办，红社会经济嘛那个，准备看见钱啊，这没里头这牛没送，今天看见就没，红到节目就这些房，都买个上头说，学习到节把节中，睡觉从来没的，红市场可得碰见啊，这嘛就变可乱，没人把个老多做，这又收了多多。